817900我就肯定買唔起啦。但係你話552900啊，又真係咧，我啲身邊啲朋友兄弟爭崩頭啦。小米 SU7 Ultra。Hello， 大家好，我係 Van 啊。可以見到啦，今日天氣咧就唔係太好，冇太陽，同埋咧滴咗2滴雨，地面有少少濕啊。今日咧都唔諗住去樓盤嗰度去探盤啊，都係睇睇個新能源車嘅。其實有好多品牌啦，包括啦，我之前自己都比較感興趣，好似極氪001啊，我係有同大家講啦，分享下啦。另外就係好多啲比亞迪啦，包括iON 啊，同埋嗰個啲新能源嘅，好似小鵬係咪理想啊都有嘅。咁咧，我今日咧係諗住去睇嗰個小米嘅 SU7。其實呢一個 SU7 咧係上市後好長一段時間啦，咁相信各位香港、澳門嘅朋友，你哋上到嚟大陸咧，都經常有喺馬路上面啦就見過噶啦，見過現車實車喺嗰個路上面行啦。咁係小米就近排咧係新推出咗個 SU7 嘅一個性能版嘅，更加高嘅一個配置啦，係叫 Ultra 噶。係珠海呢邊咧係有佢嘅嗰個銷售店同埋交付店喺度，但係咧我就諗住睇嘅嗰個 SU7 嘅 Ultra 咧，係珠海咧就係展廳入邊嗰度有展車，所以就如果想試乘啦或者試駕啦，而家暫時咧都要去到廣州或者深圳嘅小米嘅汽車店先有得體驗到。好啦，就話都冇咁熱，就嚟到呢個深圳嘅係寶安機場呢邊嘅呢個小米嘅呢個汽車嘅呢個專門店啊。咁嘅話，我都係行嗰個深中通道噶啦。從我珠海喺香洲區前山嗰邊咧，就出發過到嚟都係50分鐘咁上下啦，就嚟到寶安機場呢一邊嘅。咁當然啦，喺寶安呢度再入翻去福田啦，或者羅湖嗰邊咧，都仲要30到45分鐘嘅車程時間嘅。咁我而家喺呢個小米嘅呢個店嗰度，哇，全部都係俾大家睇一睇。所以一線城市真係唔一樣啊！從面前嘅呢一片呢啲，全部係名車有主㗎嚇。準備交付嘅嗰個小米嘅 SU7 嚟嘅。其實係喺珠海嗰邊咧都有小米嘅呢個汽車嘅店啦，只不過我今日咧就過到嚟呢邊咧係為咗睇一睇嗰個小米嘅 SU7 嘅 Ultra 版，即係網上面咧之前講到好似公佈嘅價錢係差唔多係817900嘅嗰款，咁咧係落實咗一個價錢啊，雷軍即係雷軍嘅話咧就俾後個個白色都好靚仔，都係準備交車俾車主噶啦。嗰個 SU7 Ultra 咧最新出嚟公佈嘅價錢係552900蚊。你話81萬嘅話咧，我可能買唔起係嘛？但係55萬嘅話咧，我同事我個 friend 買得起啊，攞命。咁當然啦，都係
因為喺珠海嘅嗰個店嗰度啦，只不過係有展車喺度嘅啫，並冇一個試乘試駕嘅一個服務喺度，所以我都係唯有啦，喺珠海揸咗挨近1個鐘嘅車，先可以嚟到呢邊咧嚟睇一睇啊！咁我話都唔係試駕㗎，因為咧我喺網上面預約嘅話咧，係約到差唔多要6日甚至7日嘅時間啦，先至有一個試駕嘅一個服務喺度。不過咧呢一邊嘅就可以俾我提供到試乘喺度啊，非常之多人啊！喺呢邊嘅話咧，成個展廳入邊啦，好似小米嘅SU7 啦嚇，呢個就係上邊冇光雷達嘅，即係呢個低配啦。嗰邊嘅嗰個深灰色紫色，有啲紫色冇錯啦啊，紫色少少嘅係一個中配嚟嘅。背後呢個呢就係 SU7 嘅 Max 版啊，即係頂配啊。咁啊，重頭戲就嚟啦 ，Ultra 啊！而家面前嘅呢部白色嘅同埋黃色嘅就係 Ultra 啦，啊，就係網上面公佈55萬，2900蚊。嗰個馬力啊，各方面呢，過1000萬嗰啲車先有噶啦，非常之低調。非常之低調，而且配置咧做得比較高。陣間我都係預約咗一位哥哥仔，佢帶我哋上車試乘嘅咋，唔係試駕，因為我未約到嗰個試駕嘅嗰個額喺度啊，所以今日咧都係陣間上嗰個哥哥仔呢邊嘅銷售哥哥仔帶我哋上車體驗一下嘅。咁都大概了解下啦，佢SU7 嘅。嗰邊嘅 Ultra 係頂配啊嘛，嗰啲高性能賽道版噶嘛，咁啊呢邊如果係正常嘅車價嘅呢個 SU7 最低嘅話咧215900，貴少少嘅中配245900，最高配置嘅大家睇一睇299,900，咁嘅話咧係見到嗰啲續航啦，包括佢加速啦、雙電機4驅嚇，包括佢嘅馬力咧。都要比我自己係之前嗰個有睇嘅極氪極氪嘅嗰個4驅雙電機版咧，各方面都要更加優秀。299900，極氪嘅話都要係嗌緊差唔多298900咁上下啦。但係小米佢品控做得好啊嘛，係咪？所以咧，我喺呢邊咧，我都要等一等咯，因為都要排隊咯。然之後之前約到嘅嗰個試駕嗰啲嚟呢度嘅客戶群體啦，佢哋就先試駕先。呢邊嘅試駕車咧就得一部喺度，我陣間個試乘咧我都需要排隊咁就一陣間上車帶大家感受一下佢入邊嘅啲配置同埋嗰個感覺先啦。展車我係可以上去嘅咁我就上去坐一坐。就係展廳啦，展廳嘅呢一部車咧係 OK 嘅，係可以上車試試嘅。都配置其實你俾我睇嘅話，都覺得咧係同普通版咧並冇啲大嘅區別喺度咁我話好似啲碳纖維啲方向盤啦，然之後用嗰啲着車嘅掣嗰個駕駛模式嘅呢個控制啦。做得非常之好喺度，咁呢邊撳咗車頭蓋，佢都係電動㗎電動升啟嘅。呢個功能嘅話就可能比較少啲，係撳翻佢亦都可以吸翻落去，非常之靚呢個真係國產嘅新能源車嘅，天花板底盤有少少低，咁後座咯。並冇因為佢係一個高性能嘅賽道嘅版本咧，而去將後邊咧係做得比較窄。啱先前面個位我坐落去 OK 冇問題，係我可以揸車嘅位。我身高啦1.8米唔到啦，咁上下1.77米1.78米。咁後邊嘅話咧空間咧綽綽有餘嘅呢個咧就係傳說當中55萬就可以拍得上幾百萬豪車嘅馬力啦，或者係嗰個配置嘅一個國產嘅新能源車啦。大家睇下呢個尾翼入邊嗰個1138千瓦，1770牛米，我唔知咩概念
呢個11300瓦數換翻匹數啊，應該係1200、1300匹鬆啲嘅啊。呢個咧稍微家用少少嗱。另外咧，黃色呢個係會更加競技啲，非常之型啊！我之前睇嘅極黑嘅001嘅嗰一款啦，啊，我都係選擇先擺埋一邊先啊。今日咧都好好地感受一下小米嘅呢個 S7。係咁啊，揾啊嗰個哥哥仔嘅話咧，就係帶我哋試乘啦。係呢一部啊，嗰個上咗臨時牌，不過買咗保險啦，不過係仲未上新能源貼牌嘅 S7，係一個偏賽道版少少嘅呢個配置喺度，非常之期待。實車喺度行緊嘅時候都非常之有型嘅。佢可能模擬嗰個升浪，咁我就坐後邊嗰度啦。係咯，咁啊都 OK。呢個就係後座噶啦。怎麼啦？比較好玩的地方都給你們展現出來，比如說我們這個車，它現在有模擬聲浪那我們完全可以自定義它的模擬聲浪，在這裡目前你們能聽到的這個聲音，關上，還有這種怠速的聲音，嘟嘟嘟嘟嘟嘟，這個正好跟它重疊了。重疊了，我都不知道是外面還是一顆泊車輔助可用的。按下支架鍵開始泊車。我會自己設定好兩個模式，這個模式大少少嗰個電子模擬嘅嗰種聲浪喺度啦，都好有揸傳統燃油車嘅嗰種感覺喺度。呢種就好似跑車嘅感覺。係，始終我就係高性能車嘅賽道版啊嘛。咁啊，當然啦，我今日咧都係嚟到深圳啦，係喺寶安呢邊嘅馬路嘅呢個車流量非常之大。深圳咧出咗名嘅車多人多噶啦。咁啊，呢位哥哥咧就帶我哋去試乘啦，係有一種感覺喺度。後面嘅聲好大，對吧？好猛嘅。咁啊，喺避震呢方面咧，就偏向於咧硬少少嘅一種運動嘅調校啊。接電話，不好意思，可以看一樣的調整這個又是一個聲音開始駕駛又可以變化也不一樣。我想問這個是那個音響發出來的還是音響？它外面那個呢？外面也單獨有40瓦的音響，外面也有。對，你可以把它調成模擬咗一個聲浪咯嚇，並唔係話好似傳統燃油車真係可能嗰個機頭咧發出嚟嘅嗰個引擎聲喺度。不過呢一台車個配置嘅話咧，雖然話車入邊嘅嗰個電控咧做得非常之好嚇，熱留意下冇天窗，冇天窗。是的，96.9的走線格局。而家嗰個位置十分之闊。也就是說，我坐喺度。其實剩那1%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它又做了一點點提升嘛。那你在這個車裡面，就是最簡單的是不會被曬黑，它比你塗防曬霜還有效果。就車裡面咱經常不是擺那種小擺件之類的嘛，你擺完之後，這個時間久了曬白或者掉色之類的，那它這個就不會。包括現在這個玻璃也做了升級，它是雙層夾膠的，隔音效果也好，然後隔噪音效果也好。你打開之後，外面的聲音玻璃，然後你一關上，就其實靜謐性還是很好的。很明顯。尤其是你開高速的時候，這個地方會有很多的那個亂流嘛，這個窗戶進來的那個聲音就會很明顯。但是我們換了這個之後就好很多但是這個東西也只能數據上呢少了將近3分貝左右嘛。這個也只能說是已經很捲了，很邊際效應了，已經是盡可能在能實現的範圍之內把這個東西再進行一個升級。然後呢，包括它這個座椅裡面這個碳纖維材質、二碳材質，幾乎是能把能配到的地方都已經配滿了然後呢，這個車我覺得最好的一點是一個運動型車，你能想到它有座椅按摩。哇，這個絕了！而且的話呢，我覺得座椅按摩這個東西呢，它是有10個點位，那也就是說呢，你的按摩的點位多，然後力度也會做得比較好。正常的像轎車車型裡面很少會有做10個點的座椅按摩，一般來說就是4個或者6個點這種的，力度也不會很大。一般 SUV 裡面才會做，但是這個車裡做得這麼薄，又可以做到10個點。對，我覺得這個就挺好的。果然是雷總啊！不計成本嘛，我們叫。對啊。
本身就係呢種性能車咯，但都係帶埋啲座椅按摩嘅功能啊。所以我今日就聽住喺度都十分之吸引。現在它已經選好的線幾乎就不會有太大變化了，就是很穩定。對對對，也就是說它已經是可以判斷好這個地方就是這個了，我不需要花費額外的算力再用到其他精力上啊。不像我們原來只要一開起這個線都是一直在抖的，都是實時演算的，就比較消耗算力嘛。對，其實都有在優化了。對，優化了。哇！其實這個時候就已經很有感覺了。啊，那個剎車，哇！這個剎車是多少米之內？我記得你百靈制動是30.8，30.8米之內可以剎得住呢個速度啊！這個剎車其實即係100公里要完全得停，係一個30米嘅一個距離喺度。比較危險的一點是你開起來你感覺不到它快，你感覺不到它起速。就這個車你可能開到180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就跟正常車開80-90沒什麼區別。像剛剛我們其實開起來那速度其實已經過100了，但是還是覺得很慢。是哦，我有這種感覺的。過100嘅速度。我們這車限速是110公里嘛，所以說啱先嗰句有話咧，都已經去到100公里㗎啦，急剎一揼啊，即時停低，即時停。一般的話也就是500左右。但係佢1500匹，佢唔係即時解鎖嘅。唔係即時解鎖。哦。可以換成，佢要行完300公里嘅呢個先解鎖得到。哦，明白，就係為咗新車落地啊嚇，有嗰個保護啊嘛嚇，磨合期啊嘛，跑夠咗300公里先會解鎖1500匹嚇，1138瓦係1500匹嘅一個馬力喺度，真係非常之犀利啊！看到我的電機的溫度，包括我的賽道模式，你可以去單獨去特調，輪胎包括它會非常清楚的去幫你計時啊。比如說我們現在開始的點位已經，我們從這裡開始的嘛，沒有從出門就開始用，那你要跑回你的出發點，它和正常去比賽賽道的邏輯是一樣的，你要跑過一圈之後，出發點回到再次起始點的時候，才會開始給你計時。就它好玩在哪裡呢？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出家門之後，那我就把我和公司之間設成一條賽道，每天可以計時，你每天上班花多長時間？這樣很有意思哦。對。仲有呢啲咁嘅啲功能喺度，不過都會比較基礎啲咯嚇。始終而家啲新能源車已經係越做越先進，越做越好。Very good 啊！哦，好過癮，而且都體驗非常之好啊！嚇，無論啦係從嗰個我哋係坐嘅嗰個感受啦，或者係嗰個車性能嗰方面嘅表現啦，係非常之驚豔嚇。但係咧就55萬嘅呢個價錢嘅話係因為我未定嘅嚇，唔係講真唔平噶啦，55萬人民幣喎，講真係已經係可以揀到寶馬嘅嗰個5 Series 啦，或者係 Benz 嘅 E-Class 啦，Audi 嘅 A7 啊 A7 都已經可以揀到噶啦，所以咧就始終55萬買個新能源車咧，我真要度一度啊！其實我唔知道佢最低嘅嗰個首期或者月供幾多，不過我俾過大家一個參考。咁係喺呢一邊嘅話咧，佢係有一個呢個小米汽車 SU7 嘅呢個金融嘅方案。咁咧首期最低嘅3.2萬嚇，最長係可以分60期，即係相當於5年。年利息嘅話咧係2.5% 起嘅，條件好啲，最低咧就2.5%。咁就如果係話21萬最低嘅配置，我係話小米 SU7 嘅咧最低嘅配置21萬嗰一款咁如果我哋係需要貸20萬嘅情況下，俾大家睇一睇我係用住最低嘅首期，就相當於1萬幾一個首期啦然之後去分最長嗰60期，係可以提前還款嘅。我啱先問咗哥哥仔，咁嘅話咧提前還款係冇任何嘅利息違約金嗰啲咁嘅話咧，利息係5年嘅總利息咧係25,000蚊，然之後月供話咧3,750蚊，我就真係就只需要一個萬零蚊嘅首期，加埋一個8,000蚊嘅保險用住3,750蚊，回翻港紙係我諗下先3,900幾蚊㗎啦就係呢個21.5,900，我俾15,900嘅首期，月供3,750蚊人民幣，就去擁有一部真係性價比又高啦，然之後咧係品控性能嗰方面都非常之好嘅一個國產新能源車啦，小米
S7啦。咁我自己係非常之感興趣嘅。咁啊，如果各位朋友你哋自己都係有喺大陸呢邊買車，因為呢就小米嘅呢款車仲未相對於大陸嚟講話，就相當已經係出口咗㗎啦，係咪？出口嗰個係香港嗰邊呢，我就暫時未有喺街度見到嘅嚇，所以我就都係講翻啦。咁各位朋友，如果你哋自己係想喺大陸呢邊用一部屬於自己嘅新能源電車咧，可以了解一下小米嘅呢個品牌。咁我話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呢個色睇下，展廳嘅呢個中配嘅紫色，內籠咧亦都係紫色嘅一個搭配喺度，非常之靚啊！感興趣嘅朋友可以通過右上角嘅聯繫方式致電或者 WhatsApp 我哋會將更多灣區嘅生活資訊分享俾到大家嘅。下期再見啦，拜拜。